今年如果你話邊度係上車新盤嘅話呢，咁我就答你一定係呢度啦。呢度就係元朗嘅千裕，係啦。我而家身處緊呢就係 ICC 啦。咁呢度呢有4個示範單位喎，即刻睇下佢係點樣嘅。第一間睇嘅係兩房帶有裝修，門口嘅右手邊就已經係雪櫃同埋鞋櫃，大直牆可以放埋餐台同埋梳化，開放式嘅廚房，浴室轉咗大花灑，客房就拆咗牆身做咗工作空間，主人房鋪咗牆紙。衣櫃呢就用咗鏤空嘅設計，今次嘅裝修示範就少咗一啲華麗感覺，顏色豐富咗，感覺上比較 warm 溫馨嘅感覺多啲。除咗3.5米嘅樓底，仲採用咗3合1嘅環保露台，家私可以向上發展，整體非常之有空間感。第二間同樣都係兩房間加，但係今次就清水交樓標準啦，可以睇得好清楚門後邊嘅鞋櫃同雪櫃。呢種牆身擺家私一定好方便啦。長直型嘅廳又好似幾好，原裝收樓標準原來係用綠色嘅櫥櫃。行到嚟寢區，今次埲牆就冇拆到真正嘅客房，部分單位呢會見到有隔音屏喺個窗口嘅。原裝嘅浴室都簡潔咗好多，花灑旁邊原來都可以放好多嘢嘅。再睇下主人房，冇咗窗台，張床就可以貼埋牆放，騰出更加多嘅空間。第三間係568尺嘅3房1套。同樣一入門口就係鞋櫃同雪櫃，都係採用咗長直型嘅廳。由於都係開放式嘅廚房，都係用地磚，所以清潔起上嚟真係簡單咗。環保嘅3合1露台真係夠寬敞。我哋再睇下寢區。第3間房同2房嘅客房其實都差唔多。我哋所睇嘅單位都係屬於單邊，所以都係有窗嘅廁所。呢間房就覺得有少少特別啦，上面嗰個橫窗我相信應該係採光用嘅。而房嘅對面就係主人房啦。如果俾你喺呢間房放床同衣櫃，你會點樣選擇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影片到呢度差唔多噶啦。如果大家有意見想提出，可以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相信千裕喺2026年嚟講都係一個上車盤嘅新指標。唔知呢一度嘅情況日後會係點樣呢？如果大家想買樓，可以直接揾我聯絡我。對，如果覺得影片都做得幾好嘅話可以撳個讚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